了，乡亲朋友，歇困过後，轉到了福起來咧節目嘅現場咯，嗬。今邊係安尼嘅拜日，何況佢來報道嘅單元，接下來關心到嘅呢個主題咧，係牙齒嘅呢個微拍問題，嗬。咁到牙齒啊拍，嗬，呢個細粒人，講到哦，可以到睇引導，有細蚊人可以來講真係要較正，韓國咧係較有精神咯。你係是本人嘅體質影響啦，嗬。除咗呢度以外咧，嗬，係像頭先你你老觀眾朋友有講到咧，嗬，一個微拍嘅牙齒，頭先方面嗬，你咪要來看到嘅微拍前後、微拍後，一下非常之舒服，有一樣嘅一隻嗬，真正咧嗬，一係牙齒嘅色階，也很用嘅咯。一般嘅牙齒分成16種嘅色階啦，16種色，16種色，個色當然茶青色，是咧。那微拍的話，一般大概可以改到2到3階嘅顏色。哦，估數係，你一排衝一下，用一排嘅牙齒啦，嗬，你做得，比如講你本身係一隻色，比如慢慢地做得調整，有兩格，哦，無法脫，一下都當青島，迄講用一排調整兩格咧，兩格調整好咧，下一排做得再個調整到下拍到嘅，一個唔慣用嘅，就單槍做得調整兩格。就是頭一到擺就一拍。頭一到擺一拍唔過，對牙齒咧唔係講以後。按都醫生老太家講嘅，嗬，按都頭到一個正常嘅色就好咧，嗬，唔好強拍來講會傷害到人嘅牙齒咯，嗬，有部分愛用來提醒大家，嗬，學講到牙邊咧，嗬，講到一個牙齒嘅微拍啊，嗬，你一擺做好過後就差唔多兩屆嘅一個色階啦，或色階，嗬，哎呀做好咧，嗬，當然咧，嗬，一般係講天氣啊，嗬。愛來去，講洗牙齒呀，條嘅時間，佢就你愛維持，就係一條習慣改變，維持來講，就係平時用正常嘅日清潔就做得。可以維持2年，可以維持2年。假使你係講係正常嘅各方面都清潔都做到以後咧呢。可能維持到大概1年2年的某一天啦，一般正常是2年啦。2年了，啲牙齒可能就慢慢會變較黃些咧。係。你那個冇習慣全部改掉咧，可能就可以維持較久。那平常要出親戚，又有半年去牙科診所洗牙齒，可能就還唔是講經常美白。就事後嘅保養還注意到嘅。剛做完嘅美白以後，清後冇色有色的嘅師傅嗰個飲料，佢唔會馬上變落去。好，也就係講到嗰種微拍啊，嗬，過後嘅一隻保養同重要啦，嗬。另外呢，可能有些朋友就會想講嗬，自己身體狀況啊，唔係講3年啊，也係想愛做一個牙齒嘅微拍，一個愛去做牙齒全部做嘅定呢，嗬。有啲位朋友佢哋可能就完全就唔適合來做一個微拍嘅部分，香港咧有懷孕嘅細妹，寬態度有健康嘅。還有有 V 嘅細人嘅剛出生冇多久嘅 V 奶，嗰種也冇乜合適嘅。有糖尿病嘅人，有心臟病嘅人，可能你講牙齦用疏爽落去，可能嘅爽口還冇按夾好，有啲可能嘅蟲嘅細菌或者係心臟病，嗰種也唔係講輕適合啦。還有牙齒嘅本身咧，你講輕磨。用漂拍也漂得可能效果較差，牙齒本來唔係以後，嗰種嘅可能可以牙科診所先用嘅呢，把磨好牙齒先整理過，當來微拍可能效果會較好些。哦，即係牙齒愛整理。本身咧唔係講以後的話，有的去蛀牙齒做5問，那再漂唔拍？而且蛀牙先裝槍來，先補好來。當然去微拍，你可能效果較好。一下裡面是講到一點哦，就係你講牙齒本身嗬，愛抗菌嗬，所以講唔好要蛀牙啦，唔好要一個牙蛀片一條，你將做得落去做微拍。迄講你以前做微拍，你自己本身有蛀牙有牙蛀片，一個建議治療，用嘅。建議治療。
哦，所以身體治療啦，治療後咧漳州嘅對漳州嘅帶來做一個米拍，也做一個先前嘅一個條件咩吼，一條條件由客輔導漳來做，哎呀會較好啲嘅吼，好講到野味啦，吼也做係啲講到嘅一個有奶豆嘅唔適合嘅吼，有成烘嘅吼，也講也下有本身嘅講生嫩嘅時節啦吼。韓國呢就係血糖高嘅，有心臟病問題嘅朋友，而家之前我都想到嘅，唔講有啲會像血糖高啦，也係講心臟嘅問題嗬，也其他嘅衝然都冇乜太問題，因為心臟流血糖咧，血糖係啲你講上後係冇好，係咪好？心臟嘅話，有個原因要出血，可能你嘅頭髮嘅藥嘅會撞到嘅眼眼藥，眼眼藥可能會流血。流血咧，可能有個細菌，順到那個血到心臟落去，可能你心臟那個變模糊，到心臟有做過手術，可能個細菌會走幾多，會很難很難醫啦，很難醫。千萬要注意到啦，一部分我嚟注意到嘅，好，也都老太家講到一條啦，嗬，真係自家要謹慎，要注意。好，講到入邊要注意嘅，有呢條嘅人嗬，做唔得來做一個米拍嘅嗬，就同大家講睇咧。一下呢，可能同到啲朋友就像頭先醫生提到嘅嗬，會去一個講藥妝店啦，也係去某杯嘅藥房也買嘅嗬，自家去買一個做得都唔下嗬，來做自家來做一個牙齒米拍嘅一條產品啦嗬。好，一講到入邊啊嗬，啲安全都一定重要嘅嗬，一個有呢條嘅部分要去注意到，都自家做。自家做就睇嘅，可能你買一個東西，品質要有保障。係睇你開藥嘅，比方在裡邊有乜對身體有乜個問題喎？有沒有經過嘅衛生署合格檢定的啦？睇你看家嘅有沒有衛生署嘅字號？有的可能你自己進來的，沒有經過衛生署嘅，給你藥嘅可能對身體冇好。自家進口冇經過人哋衛生署嘅一個檢驗嘅合格嘅證。冇合格嘅就錯咧。就私人自家去進口作飲來嘅，嗰種嘅可能就較肥，較冇安全啦。係。天醫就是買轉來以後，你要就給它自私來做。但是一般講，個藥廠買轉來嘅，大概東西一般冇像醫生做出來按好用啦。因為醫生在做，當然要花很多時間，要花很多材料來做出來當然較適合啦。好，也就講到也醫生做較適合，人家下來講，也下來講到嘅莫杯買嘅嗬，佢嘅形式有其他種錯嘛？一種人講像嘅鉛筆咁樣嘅，擦就做得咧，還有哪幾種？他接看得到嘅。他這樣子裡面有牙托。我們有窮樣啦，有牙托，做窮樣冇窮樣啦，就是加現成的牙托啦。偏的咩？有的泡起來熱水，給它泡了一溫軟，然後都在裡邊捏嚟做好咧。捏呢，它合適一點，給藥個當標落去。但是你看你裝個其他裝個仲冇醫生裝個按好，所以呢，一方面藥嘅效果會打折扣，第二可能帶點會冇爽快。第三個就是說效果會冇好。好，當然個價錢差挺多啊。安樣去好，一條就係你嘅市面上注意買嘢到嘅嗬。好，再過來嚟看一部分嗬，一下一種嗬，你都市面上買頭先講到有鉛筆式咧，有一個我像按樣形式咧啦，嗬，咩窮樣係按樣形咧，還有另外一種像用貼紙嘅，係嘛？有貼紙嘅。貼紙嘅咩係一種？貼紙一種。一種嘅就係到醫院。醫院做嘅家哈，我們可以看牙齒嘅部分，藍色嘅地方就標藥嘅地方。係標藥嘅。做之前嘅標藥嘅地方就準備好，嘅藥嘅標落就嘟好。嘟好。那冇辦法買磨槍按好，佢就話你食落去，有的話合泡，有的話合噴，冇辦法控制啦。
那也总係可以。冇辦法控制，相對來講，佢嘅效果就冇按原咧。有的藥誒可能병啊多多，有的藥可能一治就冇誒，治得咧，因為冇空間啦。那要做有一些的空隙，那병一多就可以自己控制。而也啲牙齒較黃，嘅藥個병較多條誒，嘅個牙齒較拍，藥個병較少條誒，而且병落去吞到肚時嘅機會較少，因為較密合。係講你做起來嘅佢嘅冇按咩冇按米嘅時間，可能就會走出來。食落肚氣，食落肚氣，當然生氣咧是冇相關，但食太多咧可能對腸胃會有損害到。按樣型啦。所以要自己去買嗰種較便宜嘅要注意的。好，就是講食多了太多了，可能腸胃會有問題。按樣也做係 Andy 頭先講到嘅都醫院用嘅，做嘅當然較好，藥劑型嘅啦吼。後來 Andy 看下一種都係好嘅，一種咧一頭前一隻係乜嘅？一種就做出來就變人用嘅。做好嘅下也係將你牙齒嘅做出來，牙齒嘅型咧，做出來，量出來，做出來嘅。然後就用嘅都幾多병嘅蛋糕，個地表병藥嘅用落去。哦，而且也愛一舊都當暗部，也係一舊時間都冇下去噶處理吧。可以嚴重嘅可以睡眠帶到天光，可以。天光。因為最少愛一舊嘅時間。有的唔係嚴重嘅8點鐘做到的，有的嚴重嘅2點鐘，呢個再嚴重嘅可以帶到天光8點鐘就做得。哦，最多8點鐘，超過8點鐘。因為你是的，可以上班，帶上嚟去難看，而且食東西講話就唔方便。真是哈，古時也都係按摩石頭哈，所以也係醫生咯哈，然後你來量好做好過後，你都冇下，學都冇下就做得自家來做嘅。按摩嚟병藥落去，然後帶，然後天熱落去要控藥，把藥병落去，要帶落去，係咪？所以用就話你差唔多1、2禮拜效果就出來。看自家嘅牙齒嘅情形啦，嗬，喺講一下都有較好咧，否則你可以你感覺牙齒變輕拍啊，可以診所很想看，按你做得冇？哦，係講還可以再拍時咧，再一個禮拜。哦，做喺醫診所，喺講有問題嘅時間，係要隨時到醫生來做一張聯絡啊，看下一下停係用嘅，按用啊，嗬，係咪做得停咧？嗬，而係講愛做到一天嘅長鋪，嗬，將來停，嗬，停喺過後咧，下禮拜愛個做嘅時間，當然愛過去醫院本身上看，盡去屋下自家來做啊，嗬，學日就鋪鋪按用來講到一下現場來接係應該頭款嘅王小姐。王小姐好，來 N 天發交通現場。你好，嘿，嘿，我想請教林醫師啦哈，講牙先生啦哈，有時檳榔，但是個牙齒很重，凍瘡啦，凍到啦，跟迄種用的噴砂哈來清潔來洗哈。按用會，而且又有糖尿，按用啲做得冇。好，一下嘅情形係按用型，嗬。後來天花瓜睇請醫生來講到，嗬，也鋪敷。有時檳榔，咩牙結石也清多嘅，嘅第一步可以先去洗牙齒。洗完呢，當把個牙檳榔嘅嘅呢糊黃黃嘅，再用噴砂把它噴掉，一般呢就可以達到效果。唔過佢頭先要講到一點，血統問題。一般用噴砂唔會傷到，唔會傷到人嘅牙齦肉，古所做按用來做一張處理嘅。你講用藥可能就要注意到嘅。好，古所一下做按用來做一張肥大嘅。也種嘅都係簡單啦。係簡單嘅喎。用藥啊可能會傷到牙齦肉。古所做人家講到嘅T3做，T3做，好噴砂嘅方式。也唔會傷到，還唔會傷到牙齒，也還唔會傷到牙齦肉。好，都講到牙鋪敷咧，嗬，因為명路行其實係要動到種一個牙齒一個美白嘅方式，嗬。哎呀，生落一條方式要正確冇咯，做一啲幽默咯，人家下聽真個繼續來聊大家來講到成都入邊咯，來聊下嚟。